如果你都有呢種經驗，年頭立志要早起做運動、睇書、學英文、儲錢，結果3日之後已經打回原形；又或者你唔係冇努力過，而係每次都好似差少少，最後就開始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唔夠自律。咁你今日一定要聽落去，因為原子習慣最重要嘅一句說話就係改變人生唔係靠一次過爆發，而係靠每日細到你幾乎忽略嘅微小行動。歡迎嚟到星呢人生，你嘅個人成長同學習嘅頻道。我係星呢導師 M， 仲有呢一隻可愛嘅和貓東東。我哋每一集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個人成長、心理學、溝通技巧、親密關係等嘅題目，又會傾下啲社會熱話，揾嚟一啲好書，嚟自唔同作者、學者嘅研究報告、文章咁，集各家之大成，為大家提煉出有實用價值、可以即時應用喺生活嘅學習資訊。呢個頻道嘅宗旨係透過分享知識、教學相長，一齊升呢，成就最好嘅自己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中意呢啲內容，記得點讚、留言、subscribe、訂閱呢個 channel，share 俾你身邊最好嘅朋友仔，話唔定之後會有啲你哋估唔到嘅着數。好多人成日以為習慣養成最重要係意志力，但 James Clear 係原子習慣入面其實講得好清楚，真正影響你可唔可以持續改變嘅，唔係你有幾熱血，而係你個系統設計成點。換句話講，你失敗未必因為你懶，好多時只係因為你用錯方法。作者將習慣拆成4個步驟，分別係提示、渴望、回應同獎賞。聽落好似好理論，但其實非常貼地。譬如你朝朝起身第一件事就拎手機，點解？因為手機擺喺床邊，好明顯呢個就係提示，你想即刻知道有冇新訊息，有冇人覆你，呢個係渴望。你拎起手機解鎖，呢個係回應，然後你得到即時刺激。呢個係獎賞，於是呢個習慣每日都會自動重複。所以作者提出，如果你想建立好習慣，就要令好習慣變得明顯、吸引、容易同有滿足感。相反，如果你想戒甩壞習慣，就要令佢變得隱形、好悶、困難同冇快感。你會發現，重點根本唔係同自己鬥意志，而係重新設計環境。例如你好想開始睇書，但日日返工返到攰，一坐低就只想碌電話。咁你唔好再同自己講我要自律啲，你應該做嘅係返到屋企之後，將本書直接放喺梳化上面，手機就擺去另一間房。又或者你只規定自己每日睇2頁，而唔係一開始就逼自己睇1個鐘。因為習慣建立初期，最重要唔係做得多，而係做得到。原子習慣另一個好值得香港朋友記住嘅重點，就係身份認同比目標更加重要。好多人會話，我目標係1年減10公斤，我目標係1年儲10萬，我目標係今年讀12本書。聽落好合理，但作者話，如果你只盯住結果，你其實好容易中途放棄，因為一日未達標，你都會覺得自己仲未成功。但如果你轉個角度問自己一句，我想成為一個咩身份嘅人，咁件事就唔同。你唔係想減肥，而係想成為一個會照顧自己身體嘅人。你唔係想儲錢，而係想成為一個對金錢有紀律嘅人。你唔係想睇書，而係想成為一個持續學習嘅人。每一次小行動，其實都係為呢個身份投票。呢個概念對香港人特別有用，因為我哋成日都係結果導向，讀書睇分數，返工睇 KPI， 投資睇回報，連做運動都想1個月內見到線條，見到結果。但問題係，真正長久嘅改變，通常唔會即刻俾你見到回報。你今日做10分鐘運動，聽日未必瘦；你今日睇10頁書，下星期未必即刻升職。但只要你持續去做，你其實已經慢慢變成另一種人。作者仲提到一個好殘酷但又好真實嘅現象，叫做進步潛伏期。意思係努力唔會即刻見效，成效往往會延遲出現。好多人大概就係喺呢段時間放棄。
你去健身2星期冇明顯變化就覺得冇用，你儲錢3個月金額仲好細就覺得不如算啦，你拍片1個月流量冇起色就開始懷疑自己。其實你唔係冇進步，只係未去到臨界點。如果將呢件事放返落香港生活，其實好多人最需要改變嘅唔係目標設得唔夠大，而係步驟設得太大。你已經 OT 到夜晚10點，仲要求自己返屋企做1個鐘運動，當然好難。你人工本身唔算高，仲逼自己每月儲一個太誇張嘅數，最後一定泄氣。反而如果你先由最細開始，例如每日做5分鐘拉筋，每星期自動轉賬一個小額去儲蓄戶口，每晚瞓前睇3頁書，呢啲先係真係可以落地嘅做法。講到尾，原子習慣最想提醒我哋嘅就係你唔需要等一個更有動力嘅自己先開始，你只需要將下一步變細，細到你做唔到都唔好意思。因為真正改變命運嘅，從來唔係一日熱血，而係你肯唔肯將正確嘅小事重複足夠多次。所以，如果你而家正處於一種好想變好，但又成日覺得自己做唔到嘅狀態，我想你記住一件事，你未必係失敗，你可能只係未建立好系統。由今日開始，唔使大改革，淨係揀一個你最想建立嘅小習慣，細細步開始，可能就係呢一個微小到幾乎睇唔到嘅行動，慢慢幫你逆轉成個人生。如果你中意呢類將一本書拆到最貼地、最易用嘅內容，記得留低你而家最想改變嘅一個習慣。我哋下一集再講另一本香港人一定會有感嘅書。